1989年6月7日，伫国父纪念馆前，甲真济大家校园内，拢有真济学生集合，用无同款的方式声援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。袖子上的黑纱，头上的白布条，还有代表着大家心声的各种抗议或是哀悼的标语。民主、自由、自由，爱中国，爱中国。沿着椰林大道1公里，都是充满沉痛哀伤的挽联。在淡江校园内，学生甚至记起了灵堂，供背带黑纱的同学们上香祭悼。1999年6月7日，民主女神号进入安平港，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。这时阵旗海飘扬，锣鼓拍声追鸣，人西队也拢无休直直人。民主女神号然后播出本来准备要伫公海向大陆播出的录音。虽然讲伫公海甲中国放送民主消息的任务，因为中国的主动无法实现，但我伫台南的生意人吴明武灭来了后，这只船嘛有新的归向。